來看2當前一個5歲巴勒斯坦的囡仔，是甲伊的親人賽車要離開加薩，不過說是去當着以色列轟炸，掉佇咧車內。迄當陣，伊是有敲電話叫紅星月回來救伊，救護車到位時煞找無人。結果過12天，這個囡仔煞時間去救伊，救護人員攏同齊去互發現講已經死亡啊。這個故事即陣拍做電影，代志過2當外，以色列的國防軍才承認講，這代志是因的人做的，宣布要刑事調查。不過，這囡仔阿嬤根本就無相信講，以色列的司法部門有法度甲因討證據。穿轎仔式的洋裝，頭殼頂閣戴一個頭毛箍仔。5歲巴勒斯坦的查某囡仔辛迪，佇咧鏡頭頭前，手插佇咧腰，看起來真有自信。佇咧翕相機頭前，伊攏是安尼笑眯眯。啊，毋過即個單純的囡仔，竟然嘛真做慶下的亡魂。當時辛迪甲伊厝內底的人，去互以軍要求賽車離開加薩市。佇咧半路中去互以軍用大炮攻擊，當時車頂有真儕位親人當場來死亡，敢若剩15歲標誌甲辛迪活落來，2個已經驚甲神魂無條體查某囡仔，佇咧親人的遺體邊仔，甲手機仔摕出來，卡互巴勒斯坦的紅星月會來化救人，嘛留下70分鐘的錄音。對話內底會當聽到一聲閣一聲的慶聲。會當想到當時2個姐妹啊是大爾驚嚇，就佇個救援人員趕到現場了後，所有的人竟然攏失去聯絡啊！佇個12天後，包括辛迪、標誌、厝內底的人，甲真儕位救援人員的遺體才去用找到。現場的汽車至少350個清空，這嘛是平民甚至是囡仔去互殺害的證明。辛迪死亡的消息，讓國際社會是非常的憤慨。突尼西亞導演卡勞瑟爾賓漢耶，把伊的故事拍做一支紀錄劇情片《辛迪之聲》，佇咧去年摕到第82屆威尼斯電影的評審團大獎銀獅獎，嘛入圍奧斯卡，也閣英國電影學院獎等等重要的獎項。導演形容這支片是一個關係武力感的電影，啊，毋過嘛是行動的呼籲。佇辛迪過身的2當半後，以色列總算對這件代志啟動調查。以色列的國防軍19發表聲明，講 IDF 有義務調查戰爭中間發生的特殊事件，嘛委託軍事警察刑事調查處來展開刑事調查。啊，毋過辛迪的阿嬤講，因無相信以色列的司法機構會當還予因一個公道。إحنا كعائلة ما نطالبش بس بحق هند جزء م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جزء من أهل غزة. إحنا بنطالب بحق هند وبحق أطفال غزة بأكملها، بحق كل حاجة بتصير من أحداث أو جرائم ترتكب بحق أهل غزة. 辛迪的阿嬤嘛呼籲，除了對伊的乖孫去用殺害的過程做調查以外，國際社會嘛應該針對以下戰爭中間幾十千個加薩囡仔去互殺害的事件來啟動調查。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